当时是为什么休学？在学校里面和一些同学不太愉快吧，说我造谣人家，挑拨人家说关于我，再加上他们拿我的部分个人信息发在那个上一条。大家避开他们这一届，当时我们不太接见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尊重他。我不是很想讲他们，就是这些人的人品有些问题吧。你还搞个指甲吗？对的，还去做了一个。啊，我看看来。过段时间他这个指甲是会弄的。随便。明白我说你哪怕去上学，就不要化妆。你不晓得个结尾还得去，我不晓得觉得。你这个眉毛啊，包括胡子剃了吗？你这是希望自己变成个女性的一个特征吗？不是，只是日常方便，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单纯不想让人没心。他感觉跟眉毛跟我一样，这样他感觉这个难看，所以他这个星期他去刮掉了。我说你化妆没关系，当玩具对吧？因为他原来是唱京剧嘛，去化妆感觉那个漂亮。他学的是旦角吗？没学旦，他学的是老生，一直是蛮喜欢那种。他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，这个小人蛮喜欢那种打扮得漂亮。他喜欢很精致的那种。对的，要是我是他老子，要不然我这种人特别胡子拉碴的都不大喜欢你是吧？你就喜欢化妆，你自己不想成为一个女性。没有想成为女性。可能我对这个衣服的理解没有那么多带性别，就是我能认同理解可能女性她们的想法或者视角，但是不可能真的作为一个女性去生活。就你心里认同自己还是个男性的，你怎么看这个事儿？现在，我是跟我儿子这样交流，我说你的手机和 pad 我们已经没有禁止你了，就像你的化妆，我说你如果作为玩具你可以玩，这个没毛病。那我说你到学校了，你就不要画眉毛去上学了，因为你的认知跟别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，他们都不认识你，只有我理解你，那么最终是对你造成困惑。你还是很尊重他的吗？这个东西是个过程，有时候到了一定时间，你这个玩具不玩了就不玩了。我是这样理解。如果他一直就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呢，你会怎么？关键是他自己考虑。我的意思讲给他的是我能给到的生活。